46岁艺人艾利克斯主持风格幽默风趣，还拥有流利的英语对话能力，是不少活动的御用主持人。近日适逢尾牙季，艾利克斯也接下尾牙主持，只是日前他在脸书上贴出一张照片，上头写着艺人保留车位彭佳慧，让艾利克斯自嘲不够大牌，甚至在该纸条上反问 How about me， 引起热议。艾利克斯22日在脸书上贴出一张照片，原来是尾牙活动事先为艺人彭佳慧保留车位，身为主持人的艾利克斯却没有，让他不满地在纸条上头写下 How about me， 并签下自己的名字，还画上一个哭脸。艾利克斯随后发文自嘲尾牙主持人不够大牌，只有佳慧有车位。接着他搞笑向彭佳慧喊话：“佳慧，我下次坐你的车。”哈哈！不少网友看完，纷纷在底下留言表示感觉确实不够尊重，怎么差这么多？主持人很重要，主持人是整场的灵魂，超重要。